欢迎登来到宜兰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播电台啊！这集呢，赶快请到顺聪啊，继续甲咱来分享哦。因为其实顺聪老师你较早嘛是中文系对无？对啊，文青呢，你甲我共款嘛有中文系。中山大嘿学，啊，师大国文系世界上的文青。对啊，中文系啊，哪会讲变做讲要来做台语台文这个物件？其实阮细汉住伫嘉义面向庄卡嘛，甲讲嘛讲台语啊，你要讲华语爱伫电视顶头，无落来去学校内底嘛。尾因为册愈读愈侪，咱拢是华语嘛，是讲即个媒体拢是讲即个华语，尾就是台语较豆豆袂晓讲啊。对。毋过就是讲差不多，即个文青为17岁开始，到差不多32、3岁，是过10几冬、15冬了啊吼。囡仔出世啊，要甲伊讲我的母语台语，因为囡仔阮就拢，阮太太拢河洛人嘛，台语是正常。变甲无啥讲啊，所以我就，我就想我伫台北住久啊，因为我读研究所了，伫师大、台湾师大都拢住伫台北，无伫迄个庄卡吼，嘉义面向迄个环境。就豆豆就是无啥会练转，我想要捡倒转来。头一是较囡仔讲，第二就是我写作的时阵，有时阵一寡对话啊，要用台语来表示。对啊。第三就是讲，我讲我应该我华语，其实华语嘛讲甲无偌好，可能有一阵仔可能是全台湾华语写文章上好的人，是安怎讲？因为阮师大国文台湾的上好，就是国文研究所，就是中文研究所，就是台大、政大。师大、清大、清大这五啦，行中山顶啦吼。师大较无共款，我有去考台大无调，因为我的写文学实在是太歹啊，文字学。甲我共款，因为我拢无你注重，想要到即摆来做台语的。对，做研究了，所以人袂当去，你上册物件，尾仔伊可能变你上爱物件，真正人。第二就是讲，阮师大是考作文嘛，作文拢是白话文啊，无阮师大是考。文言文，作文，迄时阵啊吼，你作文无60分，你其他考较悬拢无效，就脱掉。迄时阵，我著背做一种古文，啥有诶，甲背起来。非得无一定会通啦，非得着咱甲背起来着。尾啊，我考这师大迄个作文考80几分啊。哎哟，系啊，迄时会记考试诶时阵啊，哇，看着这题目了，一直写半点钟害死啊！我写袂落一面写袂落去，我著头夹起来，看四面诶人，逐个拢伫闭伫吐头壳。系啊，也是安尼顿地。我是上尾停诶，其他人拢早就拢停落，拢写袂落啊，写几段就好啊吼。就是迄时阵就考分数真悬，我中国文学史拢大学拢考80几分啊，拢小悬诶就对啊，就是。迄时我讲我嘛毋知，就讲你一直读这个古册啊，所以迄时阵我可能我的古文的程度也是古文上，反正是台湾应该是排名头前的对吧？所以遐教授啊，遐研究生啊，迄届就考掉，我无搁重考了。迄时阵我就是这人，就是兴趣的物件，我就一直聊落去。有心讲嘛，毋知创啥。尾仔就是即个汉文，其实汉文甲华语、台语是拢会通啦。尾后较讲，我就开始聊落来做这台文运动，感觉就是讲会当甲我的母语用文字记录起来，是一个足流畅、足爽快的代志。所以我就安尼聊落来，为差不多是2014年啦。迄时阮迄时差不多9点嘛拄起来，迄网络版起，差不多到10年啊啦。10年了，我感觉就是这个学习的阶段基础，因为我已经读到，若是讲我的程度，拄开始可能是国中、高中的程度。尾来伊就一直用各种的专业，到这个坎站可能就是袂输我读国文研究所到这个坎站。我感觉安尼就够啊啦，咱若毋是要做专门研究，我即摆就是爱甲即个台语安怎互伊普及，互逐个会当用台语来讲万事万物，包含今仔日要讲的台湾历史。台语要普及其实真困难的，因为咱即摆咧做这个节目也好啦，要做电视要拍电影，其实拢会想到一件代志，就讲。听有诶人就遐尼济，遐尼少，袂使讲遐尼济，讲遐尼少，就无几个人听有啊。你若搁做了，你要安怎趁钱，要安怎转嫁，逐个都会去想到即件代志，就毋敢做即个台语诶作品。迄个10当年我开始做这个运动诶时候，我就一直讲一个例啦。一个生理走去非洲，发现遐个人拢无穿鞋，派业务去，业务转来了，一个业务报讲，遐个人无穿鞋，咱做无生理啊。另外一个业务讲，头家大好时机因无穿鞋，咱就
想办法甲声话穿诶，伊就要买鞋啊，咱就生理通趁。所以即个代志就是安尼，就是讲，讲事实诶，我也住伫家己面向，我即摆袂来做这啦。因为阮遐就无危机感啊，人拢会晓讲啊，会晓讲就好啊。啊是台北是发现讲，台北就是无3工诶好天嘛，行路无3公里诶平嘛，拢会你徛倒摆是足痛苦诶，交通乱。第三就是讲，逐个拢是华语化，讲着听着英语比台语较济。这时阵，悲观诶人讲啊，系啊，这语言要死啊，危机啊，嘿无效啊。嘛毋是乐观诶人可能讲好，伊袂晓讲好啦，我教伊讲，我用趁钱。对。这个理论当然，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太极共款，有乌有白。这两个物件，黑暗的力量甲光明的力量，其实一直搭。而且较早吼，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太极，一个符仔尔。即摆是愈来愈大。有八卦，八卦愈来愈大。开始有八卦。有人反对的迄个我的力量愈来愈大，战胜的力量嘛愈来愈大。我袂当讲完全的乐观，嘛袂当讲完全的悲观。毋过咱就是伫车拼，所以就是讲。到这个阶段，我就感觉讲，这10冬来啊，吼，这个东北可能是尾后较熟悉啦。你知影10冬一个偌凄惨，你知无？要找一个台语的教材，去台湾的店，啊，迄个产品佫无好找，拢囥足久啊，拢顶头有一个营业，我感觉只要悲伤就甲买转来。啊，嘛无偌好读啦，啊，毋过迄时阵先人真正是真拍拼，有法度伫遐困难的环境做这，啊，毋过目一年10冬了。今年就4项的迄个囡仔迄个算教台语的产品，有点涂笔、电图笔，啊，佫有互动的，啊，佫冰尖，啥物拢有4项哦。逐个拢做甲迄袂输华语，甚至做甲花皮花伊佫切草。所以这10冬较早我的囡仔要学，我拢只好尾也无法度嘛，家己来嘛，家己来写故事，家己编教材，即摆拢变啦。所以拢有好有歹，较早无的时阵。因为我安怎教囡仔讲故事，写一本台书要交回去。为着要教囡仔讲台语，我家己写一个台语好日子，这是这是好诶。歹就是这真正做辛苦诶，而且你要开足一时间诶，到大拢变啊。所以后壁诶人伊要后壁母语家庭较轻松，伊毋免家己去开发。对，毋免阁研究一套办法，阁来教囡仔，免来都传好啊。对啊，我感觉有一部好就是，即马即个台语诶。教材有一部好就是，华语的教材拢是本地拢在变啊，所以就是自即个原底有诶去变款，还是搁较水，还是安怎？毋过台语是为无到有，等于是即个工厂是你为地基开始做诶。华语是迄工厂变伫遐，你就是甲机械换新好。所以即台语的教材一部好，我知影即个母语家庭伫都市诶情景，家长完全无，伊变即个物件，伊知影即个。台语的家庭需要爱有声音，而且这声音你袂当用 QR code，迄有时吹半波，你用点图片来试着就听有啊。而且台语华语学可能是一个知识，我甲这背起来。台语也无共款，伊佫有互动，甲你讲有一个纸红啊咯，你叮当者伊就伫遐讲。知影讲，即个囡仔伫即个无迄个台语的生活环境的时阵，用纸面要安怎来学，等到伊佫较大我即个囡仔迄个需求。好，所以任何的物件拢是有乌有白。等到即个台语的产品，佫有点特别，就是伊做甲佫体贴，佫甲下即个囡仔的需求。我感觉这是讲事是任何的物件拢是有好有歹。对啊，你也早先个拢该做好的时，你毋知影当初是需要怎安做。你等到你佫无了解的原因，毋过你即马你由自头开始做的时阵，你会使讲啥？你会做佫较有路，佫较水开的。其实10当前我咧写迄个小说时阵，就捌用，因为写日本时代嘛，所以我就用讲，若是日本的教授伊咧讲话时阵，我就用华语写伊的对话；若是台湾人呢，我就写台文。毋过10当进前，迄个台文的字啊，佫有啥物件，佫有到底是要用倒一款字，其实。我迄阵的感觉是讲恁先玩的，恁玩好，要用倒一款我过来用。其实迄时阵我就用，咱讲迄个台语的火星文啦，就是用拼的，用倒的安尼教育部迄当阵有一寡字会当，有一寡字会当找着，我就尽量用迄个做找。即摆是较骨力咧用用即个台语啊、台文啊，来做节目啦，好写文章也好。毋对，就是讲咱的即个台湾的文化甲台湾的历史。要安怎翻译做台语，要安怎个推广出去？
因为历史甲文化这物件，其实你原本咧讲华语的时阵，要看的人就迄种少少啊，佮即摆叫用台语的翻的时阵，咱爱注意啥物点，安尼较有法度甲观众啊、听众朋友会当接受着讲啊，这是用台语学台湾历史哦，用台语学台湾文化呢。即个我先讲一个另外一个趣味的物件，就是讲你即摆语病运动政治是性平运动。嘿，对。啊，性平运动当然有做者论述的，毋过我感觉你也要演过啊，吼，就是可能我早前因为阮传统教育观念，我嘛无认同同性恋。对。尾也经过豆豆的教育了，我定下讲，其实因生性就是有即种，伊甲阮无共款，咱是爱甲尊重。虽然我是异性恋，毋过我同性恋，我会徛你的立场去体会。所以我豆豆就是会支持你，转票嘛是支持即个同性恋。公道也是讲即个支持即个族群的。毋过性平即个运动啊，吼，伊的知识当然嘛有，毋过伊的知识量甲语病运动比无遐济。性平运动有时阵这是另外一个奥妙，你是安怎转化？将运动的转化，大众愈来愈会当尊重、了解因遮的立场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过程，毋过知识的量无遐大。有时阵是一个体会共感就对。毋过语病运动甲即个性平运动无共款，伊需要做一个知识的，包含你的语病运动，你要学台语文，你敢若700字，基础700字。一般人可能要3个月到半当一当的时间学会起来。你也是性平运动，毋免去学，毋免摕掀开课本豆豆一个学。你可能爱加遮同性恋，还是讲媒体去了解因的处境、一个观念，豆豆去浸落内底。毋过语言运动较无共款，伊爱较你学，你差不多基础要学700字，你就爱半当的时间。迄时我就感觉做闭关的讲这些啊，免语病运动豆豆成功啊，迄个性平运动豆豆成功。语病运动一般人敢有时间想要来学这，逐个时间遐无用。你干若学一个基本的700字，你可能半一档都学袂起来。即个运动敢做会起来。尾吼，最近我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小趣味，就是语病运动到即个坎站，我感觉是当然也无够好，毋过大家较拍拼。毋过基本上伫咱台湾社会对性别愈来愈尊重啊。伊的毋过伊的过程当中较紧，毋过伊的学习的过程可能毋是知识的过程，无需要像语言来求遐长，甚至一世人以上拢落袂完。所以就是颠倒你要学即个语言的过程当中，你也真正要学变做一个事件的时阵，你就需要教材、教师有媒体。即个物件的量爱足大的，甲性平运动比起来，知识量就足大。颠倒即个物件是一个自产。若是愈来愈侪人学，譬如学英语、法语，那大量教材、影音，还是讲迄个台语歌，还是迄个歌等等，变做这个物件会变做啥物？一个产业。譬如讲，我若毋知影日语，毋知学日语的先教材足侪嘛，这就是一个教师是一个产业。伊的电动、伊的影视、伊的日本歌嘛是一个，也是一款产品。所以台语性平运动嘛有做一产品的。毋过，伊可能伊的产值可能无语病运动遮济，因为语言学语言需要做者教材，做者教材，而且迄一个坎站一个坎站，共款的即个物件可能无共款的出版社啥物的做为教材。等到伊较早占输的所在，就弱势的所在，即马你若是即个社有成，逐个拢来学的时阵，你就会变做一个产业。譬如讲，咱性病可能是辅导室，还是学校里宣传。伊教材无遐济，毋过即马国中、国小、高中拢爱学本土语言、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、手语嘛做。伊个教材、甲教师、甲规个教材、甲需要媒体就足济。所以这有时阵拢是有好有歹。你迄个我讲一个重点，迄个演过去了，伊个物件就正。即摆就参像咧爬山啦，就要到迄山顶啊，毋过要到山顶，未到山顶的时阵，其实啥物拢看无。到山顶的时阵，就看到对，我感觉性命运动共款啦，就我即摆拄着，我可能高中的时看着，迄个人讲假啊，是同性恋，你就迄只无好听的话。经过即摆当来拍拼，你即摆敢甲同性恋讲话啊？你即摆当咧甲同性恋讲话？对啊，我甲伊讲，我甲做自然啊。袂因为你是无共款的性别认同，我就甲你嫌无啊。咱就是一般的评，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。
比如讲咱讲台语，你也袂晓讲，我也袂晓讲，咱硬安突过来学，迄就是无正常。咱即摆用台语安尼对谈就是，我感觉就是，伊只要是好诶、对诶物件，咱是互这社会更较好甲改变。好，讲来就是即个历史，就是讲咱较早阮咱我即演诶是无咧教台湾史诶。因为台湾书拢是阿公阿妈，用讲古诶方式，也是讲古，也是迄个王昭君，也是新骑白马吼，臭头红母君，用咧遐歌戏。其实细汉时拢是对阿嬷看歌戏，拢是讲赵平贵。尾啊看京剧了，才讲以后都薛平贵。这我毋知呢，因为赵平贵变四平贵安尼。我阿嬷看拢看油梨花啦，讲古就讲迄个廖添丁嘛，廖添丁，讲添丁水添，拢是野史啦。对啦，拢是野史啊。其实做好看、做好听咧。虽然伊拢黑白讲、黑白做，根本就无迄个代志。什么赵平贵做皇帝？我感觉咱要推溯历史，咱来去过去学。讲人较早5、6天真黑白做。毋过我感觉做享受着听伊广播的时阵，你就对走南走北，拄着足侪足趣味的人。我感觉吼，咱即马要做啊吼，若是讲台语即方面有法度出力，就是历史方面来讲，就是依然是黑白纸啦。当然袂当做。黑白全，毋过爱符合即个历史。咱用歌戏、布袋戏、广告、歌厅小，也是讲甚至电台的方式来推销咱台湾历史。遐个主持人伊为着要趁，其实嘛趁有诶做真正趁做侪钱。其实钱少少啦，真正。我去公司台迄钱少少。我是讲杨丽花无共款啦，5、6点无啊。我是讲，因遐人是安怎变做大叫嚣？因为人真正做够好听好看。你就是听会落去，对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若要学要推崇历史，咱爱先去甲即个20世纪即个，因为有现代媒体，现代媒体比如讲电视舞台，也是即个电影，个广播，即个人，因为其实因毋是凊彩才有起来，是黄俊雄起来，伊是迄时有布袋戏比赛咧，几百病、几千病，伊第一名咧，对啊，迄人毋是甲名声，迄人是。真正有内在啊！5、6天伊嘛是一个，迄时阵5、6天迄个时代，迄第二电台有几台，惊倒人呢？系啊，遐济台，结果伊也时间到，共一台，伊也要开始广告的暗头啊，食过暗头咩？卡咩啦？全台湾超过100万人等伊听。对啊，廖添丁。伊靠迄广告买几啊间厝诶。对啊，我意思是讲。迄个时阵是安怎，逐个遐看。对，除了媒体较少以外，人真正足够广告数。所以我感觉落即马这个时代，逐个可能教育较好啦，吼，也是媒体也是资源较好。毋过我感觉要推崇历史的时阵啊，吼，咱是毋是爱去甲杨丽花、叶青，吼，也是5、6天、黄俊雄、黄俊雄，也是黄海岱，即个老先生，咱来学伊安怎来讲故事。就是黑白讲嘛不要紧啊，就是甲故事讲好听。而且伊拢是做话戏，咱即摆演员也是即个广告的人拢有卡本开来讲，叫做话袂晓。哎呀，演员真我演够厉害呢，伊就出口就押韵倒句。讲你是背后毋是，伊是现场发挥，迄个做话戏。对啊，我感觉就是，咱即摆可能啥物拢甲你铺排好势啊啦。毋过我感觉你的头一个咱要推崇台湾的，第一个咱要先为咱台湾的。台语的即个媒体当中啊，吼厉害即个人，伊安怎讲故事去学伊的撇步。所以第一下，第二个可能就爱夹咱的现代的技术，就是讲，若是用即个咱即个台湾历史啊，其实我有经历过有10个项目。对，为原住民时代、荷兰时代、清朝分3期、日本时代、战后，还有20世纪骹到21世纪，差不多有10个物件。即个10个物件，因安怎分？场景诶无共款，毋是讲伊人上，就是迄个时代社会诶迄个背景、迄个厝、条件诶穿衫，迄个时代剧啊。因为你要搭一个剧，你衫甲布景上重要，你无你是要动漫，你动漫嘛是爱背，所以伊原住民原住民就是史前，就是迄个汉人还未来时代，迄嘛是当然是台湾史。荷兰时代拄好离日咱坐石安平这个所在，迄有较外国的风格。清朝分前中后3期，前中后3期
头前是咱乱呼呼哩拍来拍去，中期的时阵主要是汉人吼，客人甲各关准备冲突的时，到后期其实就是西洋入来了，日本其实嘛共款，有一下西洋佬，是毋是？到日本50年都免讲啊，伊日本50年差不多分三个，背景就是像台北城，较早台北城的迄个番仔楼即种西洋楼即个，到战后的迄个初期，迄20、30当经济发展的时代，到20世纪迄个卡刀。因为伊的厝、伊的家路、伊的服装、伊讲的语言，甲时代无共款，所以会当大概分集个。即集个内底，伊的故事佫分 IP。哦。比如讲阿宝王，比如讲清朝就是阿宝王、林松文、戴万生、戴条春，陈酒牛。陈酒牛就是，你可能每一个时期上无有100以上的 IP。对。啊，这 IP 毋是逐个拢会发展，比如讲蔡牵，迄海盗是海贼王时代，伊嘛是会当发展啦。因为伊若是台湾，伊佫有日本、佮福建、佮东南亚都发展。对，所以分来咱分这 IP 了，咱是一个 IP 啊吼，有人写小，伊啊这 IP 会当分做，比如讲单手牛，头一个就是写故事，简单的故事啊，这做 podcast 出册小说啊，即马红仔册已经有啊，红仔册有影。完了，即可能有电动，电动可能有实景游戏。即马做一人去台南就要找单手牛啊，实景游戏、实景游戏。啊，过来可能就是拍连续剧、电视剧，安尼来发展，等于是行日本这个模式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咱台湾啊吼，我举一个红仔册来讲，红仔册逐个拢画啊足水诶，包含即马叫台湾嘛，台湾诶红仔册有足济，我拢有看。毋过我感觉上欠的就是安怎讲故事。我感觉这是，就是伊话拢足水的啦。啊，迄个啥物拢考甲做，问题就是讲一开始是，我就是袂想讲看完了，阁是要看第二集啊。这就是差伫遮。啊，这个物件有足侪来找我。这个物件有足侪原因的。我感觉上大的原因就是，其实这是我个人的啦，因为我感觉伊袂晓讲故事，是因为伊的语言的生活环境无去。伊可能伊学的这华语拢是学校学的，啊，华语的环境，这个学校学的拢是一个较知识类的、较正版的。对。啊，是安怎要去台语找？因为迄5、6天游历法拢是野台来的啊。对。啊，因知影讲按。其实我感觉做现实，因有一个站头啦，伊敢若讲着一个站头，啊，大家就现看安尼啦。我记一个咧啦，报第15分，金光报第15分钟一拍，基本广告，伊可能1点钟4拍，对，3分钟就1拍，啊，就转换到另外迄场，伊3分钟就有一个站头，对，就是高调刺激的所在，有一个激动的所在，一点钟以上无有20岁，对，虽然话有较含，毋过15分钟会休困一下。吼，啊，迄个5、6天嘛是差不多15分钟休困一下。伊一定讲到一个点，其实这个原理毋是咱遮有迄外国 comedy 大拢莫咧讲，其实因完全无学过西方的理论，完全拢无，因知影安尼有效是安怎？因为野台经验去庙口广告，哎呀，逐个听袂落去，无好耍，就选去啊。系啊，所以因我都偌厉害，是黄俊雄，甲有人偌厉害，去庙口。网络先去讲，会讲到本来无人，大家哇开规场客啊无路。因伊这做现实的，就是即摆流量点阅率，你扛起你了，无人点就拜拜。啊，因迄点阅率毋是即摆网络，是现场人目睭紧紧甲你看。你啊歌戏讲啊无趣味，还是写的无够，还是无够大棒，都拢散去啊。所以因迄是啥物？古早即个庙口啊，还是野台，正讲是 IP 的迄个考验。迄台戏一般拢10个月安尼，拢搬有够恐怖的。对，所以咱即摆拢是伫电脑头前做，还是讲感觉安尼做？问题是咱无做，其实因拄开始嘛是拢嘛是无顺势啦，嘛可能伊久了一直留，你有久了就知影讲安怎观众要听，伊有点阅率有点阅率，有 KPI， 迄是上早的啊！啊，我感觉伊该学，咱即摆拢是网络看你要点无点，迄无差。问题是你也伫野台，你庙口，你来台，人目睭紧紧看，有甲无因随第一个时刻第一秒就受到迄反应，所以人1、20档的业绩，因凊彩讲2句话，
就诸葛亮，人还未看着啥出来，咱就笑啊。对，嘿啊，我感觉就是即摆现代人资源拢做好，咱是爱来好好啊去思考者。对，所以上重要诶就是诸葛亮迄句啦，诸葛亮诶笑亏要娱乐咱大家啦，爱先找着会当娱乐诶即个部分吼，咱就会当豆豆安尼来发展。好，今日真感谢顺聪老师替咱分享遮尔济伊诶即个感想哦。其实少济感想，甲我咧私底下咱拢已经开讲拢讲过啊。当面去talk 台语笑嘛，其实最简单诶，现场诶观众。会笑袂笑就知。我感觉这是一虽然伊是老款诶啦，就是即种节目较早就有啊。问题是用台语新时代来讲，我来讲有分无分，逐个笑袂笑，这是足重要。我讲者你诶六人行啊，因当初要拍片诶时，伊是真正现场有观众。对。伊讲迄剧本无人笑就太掉。啊，有好甲扣起来，所以迄演员因到尾来拢会歹困神，你知无？因迷茫的时阵，伊惊讲，伊伫搬尾来拢无人笑，伊尾来惊起来，你知无？惊甲精神，你知无？所以其实这个道理毋是干那迄个美国有，还是现代有，是迄是自古就安尼啊。网络上庙口卖就是安尼。这大家共通的啦吼。好，感谢各位听众收听咱的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。咱后摆呢，过来空中再会。多谢啊。